Hello，我係子健。咁我就喺12歲嘅時候入咗嚟播道兒童之家度住。咁我一住就住咗成個中學嘅時間。咁點解我會入嚟住呢？咁就係因為我嘅屋企人喺嗰個時候因為情緒嘅需要未可以照顧到我，所以我就入咗嚟播道兒童之家度住。咁呢個就係我入嚟播道兒童之家住嘅原因啦。咁我就喺度學咗10年嘅鼓啦。咁喺學鼓當中，我都開始諗我未來嘅路係點樣行啦。而我揾到嘅路就係想喺大專嘅時候讀音樂。咁呢件事都成功咗。咁喺讀書嘅時間，我都開始諗我喺院入面揾到嘅信仰，可唔可以將我嘅音樂結合埋一齊呢？咁我就開始有尋求呢樣嘢嘅心，同埋有尋求呢樣嘢嘅方向。咁去到2023年，我就喺出面嘅基督教機構嗰度揾到一個叫做學徒計劃嘅嘢，目的係俾一啲基督徒，如果係想用音樂去侍奉，都可以嚟試下參加嘅。咁我就去咗參加，亦都成功入選到呢個學徒計劃，成為其中一個學徒。咁喺當中嘅尋求我，發現自己除咗中意音樂之外，都好想用音樂去侍奉神。咁就喺唔同嘅侍奉場景入面，我就最後決定係用音樂去全職侍奉神。咁而家我就係喺呢一間基督教機構嗰度去做全職同工，去用音樂去侍奉神咁樣嘅。我都知道仍然有好多人係都仲住喺宿舍入面。咁我希望透過呢次分享都可以鼓勵到你哋去勇敢去揾自己嘅方向啦。即係你中意運動又好，中意讀書都好，總有你可以發光嘅地方嘅。燃亮生命，請捐款支持播道兒童之家。